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特别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在今日下晡，伫新竹空军基地发生一只战术特攻机结束任务的时阵摔下落来，造成2个人死亡。民进党下晡参与法院清除占领主席台的国民党哪力议员立委互相下来客气要人，就相送病院。今中昼伫台东的金轮出现40度的高温，由研究团队认为台北地区出现5大激烈地区。今仔日是汉光36号演习的第4天，不过伫下晡，伫咧新竹的空军基地，所发生一只战术直升机结束演练任务要转去的时阵，所起飞无到3分钟就发生故障，下降失败就摔落来，当场导火。顶头有一位小将，也有一位上尉，拢不幸死亡。乌色的烟一直都涂骹穿起来。16下晡汉光演习，航特部航空601旅一只 OH-580D 战术直升机执行第3作战区战备操演任务。伫咧结束了后要转去的时阵，伫新竹空军基地西边南面的跑道摔落来，而且佮导火烧起来。救护车紧急甲飞轮机顶悬的正副驾驶送去国军新竹地区的病院，但是2个人伤甲真重，不幸损疾。他们受到的很严重的伤害，我们确定已经是殉职了。孙杰正驾驶是小号甘仁专，有1100点钟的飞行时速；副驾驶是上尉高家良，有250点钟的飞行时速。陆军指出，在去执行操演时阵拢真顺利，不过下晡转去新竹基地整补加油了后，失事的直升机3点25分打起飞，孙杰的飞官就回报，旋翼的转速伤低，过3分钟了后，3点28分迫降失败，摔落来涂骹。它在3点25分飞机起飞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它从这个因为新竹基地的跑道主跑道目前在全修当中，所以我们从它整备坪旁边的跑道其实起飞。那起飞25分起飞后，大概2分钟，2分钟的时间，它就有用无线电来呼叫它的旋翼转速过低，旋翼转速过低。那因为在前方刚好有一个民宅的具体的位置，按照旋翼转速过低，它必须要实施紧急的迫降。那它在实施紧急迫降，如果直接迫降下去的话，除了它自己飞机没有办法获得确保之外，它也会伤及到百姓以及相关的民宅。因此，飞行员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180度的回转。航特部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查清楚失事真正的原因，嘛要求各类直升机暂停派任务。代志发生了后，总统蔡英文伫人民册强调讲，已经指示国防部全力协助损失官员的家属。这已经是 OH-580D 共机型的战术直升机，伫咧2年以来第3届发生摔落来意外。第1届是107年的3月份，摔落来是今年5月份，前2届拢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才打过2个月，就搁发生事故，一届互2个飞官无命。记者综合报道。汉光36号演习今日透早伫台中的嘉南海堡进行3军联合反定力作战，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校阅。这回操演等于是咧验证陆军成实力的联合兵种营，头摆指挥陆海空3军进行作战。另外，中国军机也率一直飞来到台湾西南部空域，也让台海情势变更加紧张。弹幕涵盖目标区，2只 F-16V 快速冲入来现场，向海面发射。水影是喷起来要5公尺悬，了后发射热焰大，快速退场。甲过去的 F-16 比起来，无论是速度、效能，拢是成长真济，是空军的新战力。透过这届军演，伫咧台湾人的面头前公开。汉光36号演习，16来宣布花拍第2个阶段，早起伫咧台中嘉南海沙堡进行3军联合反定力的作战。模拟中共想要来抢台湾中部重要的港海沙堡甲场所，总统蔡英文是亲身教阅。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而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兵就是国防的核心，实施饱和攻击。由经过核战机 F-16V 向海上的目标来弹，来做开始演习的部分。了海军借用吉兰发射5寸炮的火力，精准的拍到目标。飞弹发射了。上强的直升机阿帕奇嘛加入来作战，针对海上的目标发射地角火飞弹，目镜抓攻击直升机。七号话剑桥直升机嘛加入向海上攻击。
地面部队嘛准备好啊，高门雷定2000外公的火箭，表现真大火力来压制敌军。若是包括分白架车、3空机炮、标枪、拖式飞弹，拢是第一届伫咧嘉南海山堡实施射击。这届操演上大的重点，就伫咧验证陆军新编成的联合兵种营，头一届指挥陆海空三军来进行作战。我们联合兵种营在去年9月份编成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部队之间的磨合，在做默契的培养。那其实，在我们的维保能力，在这个联合兵种营编成之后，也大幅的提升。建制火炮为155榴弹炮，那这次将近2个月的演练，虽然风吹日晒雨淋，但都浇不熄我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国军强调讲，成立联兵营，就是为着要对付中共的合成营，目标达成一个营地当作战。国军上午在甲南海滩进行3军联合反登陆作战，这是国军首度后备军力加入105榴弹炮射击任务。备受瞩目的原因，这是因为可以验证国军的后备能量足以跟常备部队一同保卫家园。台湾周边海空域的这个空情，我们都可以全程掌握，而且都有适当的应处。汉光演习要进入上下尾的阶段，所传出国军昨日伫咧屏东红港的射击场进行天对操演，中共的军机所伫咧降级时阵挖进台湾西南的空隙，离台湾上近干那333公里，引起台海情势紧张。空军强调讲，针对台海4颗位的情势拢有感情掌握，目前台海一切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汉光36号演习进入到第4天，今仔日也伫台北的松山机场执行联合反空工作战的演练。另外，伫台中清泉港以及着台中港也进行反登陆以及着反特别攻击的操演，模拟敌军伫港区登陆，国军部队快速反制攻击。模拟伫红色帽的机上在上尾夺占松山机场，并且攻占座机中心。上机部基地防卫部接到命令，随派遣为鹦鹉抗战车载运兵力进行防护巡逻，对空降敌军攻击。应援部队出动分800连战车载运打击部队对敌军进行扫动。汉光36号演习昨日透早伫台北松山机场执行联合反空工作战演练，想要夺占机场，抢向陆上登陆部队，威胁咱政经中枢安全。宪兵202指挥部甲空军上指部、陆军关指部随完成编组，实施联合打击任务，顺利拍退敌军。台中清泉港基地也执行反空降甲、反敌军操演，除了出动阿帕奇乌鹰直升机，伫演练夺回碉堡时，国军更加是一个转身，将敌军机人为楼顶弹落来，并且采咱国国旗，任务圆满达成。台中港的自卫战斗由陆军第10军团支援兵力进行空军突击作战，甲港口的攻击扫动。模拟强军敌空军队侵犯台中港，陆军10军团出动分800连战车，甲战术直升机等兵力将敌军歼灭。屏东嘉乐塘海埔的联合操演，因为进前有演发生突击艇标准以外取消这个项目。空军 F-16飞战机发射日舰弹进行空军亚际右开登陆操演，修州坡落台 AAV-P7 进标发射，先发射反红外线烟雾弹形成烟雾云，各棒烟雾顺利登陆。就记者先进行机枪扫射亚际，随后由海军陆战队战士抢滩登陆布阵，整个操演顺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个月初，海军陆战队操演的时阵，发生树林艇冰船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其中重伤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也已经免到叶克膜，有在调家己喘气，也等咧加护病房继续观察。国军空军总病院的左营分院今下晡表示，阿马勒已经有在调。家己喘气免到叶克膜，目前依然伫加护病房继续观察，也因为到今拢无清醒过，大多评估伊的精神甲智能状态。劳动部昨日公布上新的无薪假数据，比顶礼拜减2200外人。不过，放无薪假的企业却是增加22间。对这个数据看起来，发现讲餐饮业有大大恢复，不过制造业也无接到国外订单，无薪假的人数也继续在增加。疫情关系，所以很多都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接 case 还是怎么样？找头路的民众看到壁顶引人的资讯，煞是感觉真烦恼。因为虽然疫情有较缓和，不过就业市场甲景气敢若是还未恢复。高雄市劳动局表示，
运输程度业无薪假的人数比顶礼拜减159个人，不过制造业是增加236个人，所以国产业加减了后，总人数也是比顶一期加75个人。他跟我们反映他的心声是，他国外的订单目前还是很艰困。所以大部分的制造业，如果说他跟国外还有在做生意往来的话，他其实目前还是受疫情的影响，还蛮严重的。就全国的数据来看，疫情打开始的2月底，实施无薪假的公司，敢若41间，有1662个人；6月底达到历史新高，1440间，有31816个人。7月中上新的数据降到974间，有23607个人。看起来敢若有减少，甲顶礼拜的数据来比较，顶礼拜实施无薪假的人数有25826个人，952间公司。这礼拜虽然实施的人数有较减少，不过公司是加较侪间。制造业它在这一期，它还是在家数人数都还是有增加哈。家数的话是增加16家，那人数的话是增加305人哦。国内的这个消费力有提高的话，当然它的实施的状况就会比较趋缓。因为疫情较长后的关系，互航空所属的运输程度业、甲餐旅业的无薪假人数有较减少。不过因为外国真侪国家疫情又阁有反扩的趋势，加上全球的疫情到今还烧未退，制造业无薪假的问题，恐惊短时间内是真恶复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疫情指挥中心伫今日表示讲，国内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伫今年初去到菲律宾食头路30多岁女性，被转来到台湾的前一天出现鼻部芳臭的症状，转来台湾采检也确诊啊。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伊是今年初去菲律宾做工课的30岁台湾籍的女性，转来台湾进前，捌伫咧6月30接受公司安排的武汉肺炎抗体检测，检验的结果是阴性。不过7月14坐飞轮机转来迄天，下晡出现鼻部芳臭的情形。暗时入境的时阵，有主动讲有疑似的症状，由机场的检疫人员采检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伫16确诊。因为他在6月30号检验的是这个血清的抗体，测他最近2个礼拜甚至1个月前有没有感染。当时检验的结果跟这个7月14号检验结果当然是有可能会有落差。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这个个案转来台湾的时阵，全程拢有挂喙罨，伫飞轮机顶的座位是伫咧第1排，前后2排的旅客敢若有1个人。因为安尼，目前敢若锁定这个旅客爱居家隔离。也若进前疫情期间，一对住伫美国30多年的翁仔某，也就是暗号384甲393，伫咧美国的时阵已经出现嗽甲老的症状。4月份也是坐飞轮机转来台湾，地属飞轮机顶的乘客甲机组员拢爱隔离，引发外界质疑讲，恐惊会加做防疫的空棒。桃园地检署启动防疫处理小组侦办，因为无法度证明因伫咧美国都已经确诊，入境的时阵嘛有老实申报，所以无起诉。美方是以资讯不足，没有办法查复，导致于本案没有办法获得相关事实来认定这夫妻2个在登机返国前就已经是新冠肺炎确诊者或疑似罹患者。这2夫妻在入境前虽然有咳嗽、腹泻的症状，但是入境过程中都诚实申报。另外，越南交通部提案，希望8月份会当开放国飞，包括台湾在内亚洲部分商务航线，旅客便来入境都要隔离检疫14天。针对这点，台湾外交部嘛做出回应。经过我们驻越南代表处的查证，越南政府他们目前的确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规划哦。那但是确切恢复航班的这个日期仍然要待越南他们来完成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外交部强调，会持续甲越南保持密切的联络，关心后手相关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最近拢维持伫12000点左右，不过国安基金说是国技讲要继续护盘。台股伫今仔日是开价走价，投资者拢伫咧看行下晡台积电的发说会，也亲像外界所有的台积电第2季营收，搁再创下历史新高，也调悬今年的营收成长预测，有可能会破2成。台积电下晡举行线顶发说会，公布第2季的财报。Second quarter revenue was flat sequentially, as the continued 5G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and HPC-related product launches offset weaknesses in other platforms. Overall, our second quarter EPS was 4.66 NT, and ROE was 28.5%.
台积电预估今年的营收成长会超过20%，比产业平均要搁较好。不过，伫咧发雪会进前，台积电盘中刷落要2%，上加来到353.5块，中场是落1.52%，这嘛影响到台股持续震动的变化。也若大盘指数中场是落45点。绝对要看基本面。我想股市高点，尤其现在大家都蛮担心是一个泡沫，大家都担心是不是高点。我觉得找基本面还不必那么担心。台股最近一期万二关档，不过国安基金认为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若讲到经济复苏，未来也唔知会安怎变化，真罕见国际继续收款护盘。这个举动拍英国的例，因为根据国安基金条例第8条的规定，市场有失去特殊的疑虑才会当入场。第11条规定，基金达成安定市场的任务，都要处理持股退场。目前的现在成交量都是1-2千亿，你说10来亿能够做什么？所以其实那个资金其实不大，但是对市场的信心面相对比较大。国安基金财报显示，第一季投入7.56亿护盘，4月份了后就无搁入场。不过，嘛有专家认为讲，伫个股市已经稳定的状况之下，国安基金因为疫情无要退场，除了有违反条例的疑虑以外，若扭转护盘的时间，恐惊效果嘛会变无遐好。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中昼伫台东的金轮出现40度的高温，气象局也表示讲，伫台东花莲7个观测站拢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成功大学的团队也发现讲，热岛效应予台北地区也有5大形成极端热区，有学者建议讲，爱甲风引入来，甚至做绿化来降低温度。高温烧热，台东路亚团组一位59岁姓林农民，15透中昼伫餐地做事，疑似着耍上衣不敌。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老翁是呈那个右侧躺，那人是已经嘴巴和鼻子右半部都是已经埋没在水里的，他就是已经没有呼吸也没有那个脉搏。气象局继续发出高温资讯，登记上台建筑系的研究团队伫上包设置挖40个温湿度监测器，结果发现北市艋舺中正大东区甲新北板桥三重埔点5区平均温度竟然比南港大湖关出2至2.5度，形成极端热区。这几个高温区几乎都在盆地的中央然后外界的譬如说风来降温的这个条件跟机会就会比较少。都市的高密度的发展街道比较狭窄，风进不来，然后空调的使用增加，户外就会变得更热，是造成这一次高温跟低温有这么大差距的原因。学者表示，过去都市热岛强度热天会比其他的季节明显，暗时会比日时也明显，也毋过今年却发现相比伫日暝同款的明显，显示情况哪能严重。实际上，气象局观测也会当发现，今年敢若5-6月，台湾每号季都创下史上上热纪录。13个测站平均温度28.24度，是1947年以来上热的每号季。台北市更加像一个大烧鼎，6月的高温纪录来到38.9度，是1897年设站以来上热的6月。在5月的时候，基本上梅雨比较集中，大概集中在5月的中下旬这一段时间。在6月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基本上是偏强，所以5、6月整体来看，基本上温度真的是有比以前就是在气候值上面来讲是相比是有比较高的。学者认为，永丰岛是降温的关键，像台东区会当利用延平和平公园甲台北桥，艋舺区会当利用青莲华中和平公园、华中桥作为永丰岛，佮搭配大面积的绿化，爱有充足的野营地区，将路用户风来行，才会当达到全面降温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日前投入2亿的经费，推出学生游乐园方案，针对19岁以下学生，伫咧今年7月、8月，会当去到全国22间游乐园，无限你算几摆，互你算通海。到15月前，已经有32万人使用这个方案。所以因为讲这个经费全部到一半，交通部也已经向行政院争取经费，希望会当继续补助到8月底。游乐设施排队的人是长多路，看袂到上尾段直道，尤其想要耍到新店绿福村受欢迎的设备，上无爱等90分钟。若是伫咧云林甲乌山，尤其嘛甲园区钱甲叉，许多大月，佮加上安心旅游补助的加倍效应，带动各路的人潮。
所传出补助经费要用了啊，可能会取消免费入园的补助，还是降价补助额。我们都是会配合观光局的政策的。那不管观光局他这边怎么规划，我们就会好好的去做配合。不管说最后的政策决定是怎么样，那六福村这边呢都会以一个最优惠的一个方案来提供给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六福村玩。补助敢会当继续，业者看法无同。观光局顶一垃圾安心旅游补助低青春的方案，针对19岁以下少年人，伫咧今年7月份、8月份，会当无限规格来全国22间游乐园佚佗，每一个人上限补助500块。但是游客比原本想的搁较济，像讲六福村，平均一天就要1万人次入场。19岁以下的人是占整体7成，啊，若是剑湖山的游客量嘛继续伫咧增加。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到15月为止，已经有32万人次使用这个游台，2亿补助预算嘛剩4-5成。这一波的确比我们预期的还要踊跃，所以目前的经费我们是提前来思考。如果观察这几天到7月1号到7月15号，它的经费是会有不足的一个问题哦。观光局紧急伫咧找业者来开协调会议，确定甲补助的金额调降到上济350块，啊，毋过15个第2届来协商，希望会当搁降价补助额，改做每一个人补助上济200块，但是和部分的业者说还未达成共识。交通部长林佳良是表示，优惠未当停，观光局已经向行政院来争取预算，嘛继续甲业者来协调，互原本定的补助方案会当继续到8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15宣布讲，立月潭国家风景区已经核定甲范围列举甲看，这个范围有玻璃鱼池乡，也佫有水里车亭，以及着直接这3个火车头。当地也希望讲会当有佫较完整的规划，才会当久久长长。黄色的列车豆豆驶入水里车头，游客时间抓准准咧翕相。虽然伫咧直接的支线顶悬，不过袂少游客讲，水里车头是加一份宁静的美丽。水里的人文啊、风景啊，或者是甚至连空气都跟北部非常的不一样。袂少游客来水里车头遮佚佗，就是介意这个小站的光景。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宣布，这个铁基路沿线甲车头4公里啊，会纳入去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的范围。这对水里乡公所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嘛希望中央会当提供相关的补助，推动观光。我们可以直接跟中央来争取经费，好让。结合中央的资源来凸显在地的特色。水里乡公所表示，因过水里，敢若当做一集甲车亭中央的站，了后希望以车头做主体，加入铁马甲深度旅游，成做一线一个焦点。另外，包括埔里的地理中心碑、甲虎头山、甲鱼池乡的2个村庄，也佫有水里车亭一集的铁基路景点串联起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的范围增加要1000公顷，日月潭管理处的总面积嘛会达到2万公顷。地方虽然是真乐观，是国家希望有长远具体的规划。长期的配套、长期的规划，但是有没有办法呢？比如说盖房子有什么限制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怎么配合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争取人力的一个增加。那经费的部分，那我们已经透过观光前瞻2.0计划来提报。日月潭管理处表示，范围扩大公告了后，希望会当带动产业、甲国民旅游。也若人力甲预算，敢会当增加，还佫爱评估。当地民众是希望讲会当有具体的规划，互国家风景区有更较侪人来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日本的疫情。讲到日本的疫情，自解禁了后是愈来愈严重。15一日就新增加因的病人就450人，是解禁了后上界严重期一天。其中东京就165人，另外到16中昼为止，东京就超过280人确诊，是一日新加上济纪录。东京也随宣布感染扩大警报。日本看线，咱来看到美国。美国疫情犹原是真严重。根据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到15深更为止，发现讲一天以来就新增加超过6万人确诊啊。到今累积病例已经有350万人，死亡人数也超过137000人。另外，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也确诊，是美国头一位致病州长。德州休斯顿独立学区宣布，新学年将延后到9月7日开学，并且伫开学了后至少6礼拜维持线顶授课模式。德州即马疫情真正无乐观，15通报10791件新增确诊病例，创下单日新高。迄天也阁通报110人死亡，总计3432例死亡。They're bringing a few physicians. They're bringing a lot of nurses. Our nurses are overworked. They're extremely exhausted.
加州15通报140例死亡，但是新增确诊11126例，是史上第2悬。洛杉矶几啊间餐厅因为州长纽森离岛做出防疫措施，要求室内餐厅、酒吧暂时停止营业，无法度做生意的业者真无奈。Our grand reopening for us, and then we were only open 4 days before the state said we had to shut down. 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特宣布家己检疫是阳性，目前情况良好，是美国头一位得病的州长。另外，阿拉巴马州、佛州疫情尤为严重，迈阿密面临欠病床。全美国11州过去2礼拜拢出现病例增加。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奇对家己最近轮回被攻目标，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投诉考试，只敢来回应。总统川普罕见也甲佛奇共一个电线。He made a statement representing himself. He shouldn't be doing that. No,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Anthony. I can't explain Peter Navarro. He's in a world by himself, so I don't even want to go there. Let's stop this nonsense and figure out how can we get our control over this now. 美国知名连锁超市沃尔玛甲旗下大卖 Sam's Club 宣布20起所有人客需要挂喙安，因依据美国疾管中心指引，挂喙安会当保障社区健康。到时阵门口将安排防疫大赛，若人客无喙安，将免费提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16透早公布经济数字，也强调第2季的 GDP 因为疫情有控制落来，由倒落变做增加，成长3.2%。不过，这个数字若准甲去年同时间来比，是落1.6%。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2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中国国家统计局16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随着疫情受到控制，经济活动大开啊恢复。今年第2季国内生产贸易共比去年出现3.2%的正成长，转变第1季经济萎缩6.8%的退势，而且表现好过进前的预计。上半年 GDP 总值是45条6614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1.6%。统计局发言人刘爱华表示，自第2季各项经济指标回升的情况来看，中国后半年经济继续恢复是有支撑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上半年的复苏打好基础，二是疫情期间发展出真侪新产业新模式，第三就是宏观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不过也讲，疫情对世界经济真大的冲击继续，外部风险有缘会造成压力。境外疫情仍在快速的蔓延扩散。世界经贸重启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那么国内的需求恢复呢，目前仍受到一定的制约，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中国是第一个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经济国家，随着疫情回稳也正在复苏。专家分析，中国可能是今年唯一享有经济成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也不过无法度像2008年那版风暴时期同款，各半烟火车头带动全球复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的修宪公投日前也通过啊，因为总统普廷的任期有机会重新计算，也会当重新坐位。不过，就民众不满公投结果，15地莫斯科甲圣彼得堡的街头抗议，拍算要向法院提出公投的申诉，警方也抓到100多个示威民众。面挂着写着“不引用”的嘴暗，而且大声喊俄国无需要普廷的口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5组织数百位民众抗议政治修宪公投过关，和总统普廷会当搁选2个任期，彻底做好做完。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раздражает и бесит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России. Меня бесит узурпация власти Путиным,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тся в власти уже 20 лет. Меня бесит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м живут россияне. Меня бесит отсутств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Меня бесит то, что у нас отбирают последние свободы. 俄罗斯提议结束长7天的修宪公投投票，将总统任期限制为只会当任1摆，改做只会当担任2个任期，而且无追究以往。也就是普廷会当搁竞选2任总统，相当会当做到2036年，到时伊84岁，将实际统治俄罗斯36年，成为万年总统。其他修宪重点包括封杀同性婚姻合法化，强化国家宗教保守色彩，命令上街公主甲调整退休年金等。第15莫斯科的示威行动中，根据人权团体 OVD Info 表示，警方已经逮捕超过100人，官方是暂时无公布逮捕人数。莫斯科
普卡圣彼得堡街路也拢出现连续活动，收集反对修宪法民众的签名，拍算伫法庭上提出异议，撤回公道效力。Я пришел сюда поставить подпись под коллективным иском против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ротив путинского обнуления.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должна меняться власть, должен меняться президент, а не менятьс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фактически узурпировал власть и собирается удерживать ее до 2036 года. Я стою в этой очереди,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с принятыми поправкам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они были приняты незаконно. 俄罗斯修宪公投结果这个月初出来，有将近8成选民投票支持修宪，只有大约21%反对。不过反对派认为，这场投票根本无符合正确程序，也无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于今仔日下晡4点多冲入到立法院的议场，甲霸占主席台国民党全部清掉。立法院长也随宣告民进党团的提案表决通过，监察院人事同意权也提报议会进行表决。不过，在咧混乱当中，也是有立委受伤。立法院阁发生冲突，面对过长刚要进行监察院的人事表决，16国民党继续占领主席台。下晡要4点，民进党使用人数的优势强力拼场，国民党立委硬死甲主席台求调例，赖书宝头去弄到主席台闹火，真侪查甫立委拍做伙，有人趁机会夹手，四界拢伫化休，那样立委陈立文跪伫涂骹伫咧吐。下晡4点38分，陈玉珍起互拖出去场外，立法院长游锡堃顺利徛起哩主席台，宣导民进党党团的提案，监察院的人事同意权，因为主席台起互占掉咧，会议无法度进行，提报议会直接用无记名的表决投票。台下国民党立委提风送头化工，立法院长违法宣告，批评民进党偷食步。国民党党团会后批评民进党无实际清点人数，这个力量把国民党的投票卡提走。我们有看到几位就是在表决器上面出现的名字，但是该民进党委员并不在场。为什么他有表决卡？我们几乎我们的表决器里面都没有表决卡。民进党党团希望17会当顺利完成监察院人事表决，创造双赢。另外，立委郑文平阁批评南亚专列阻挡当局是为着高雄市长的补选。不过，民进党党团强调17个照常表决，嘛引起在野党不满，认为无经过17审查，违反议事规则，呼吁立法院长召开党团协商。我们这样想破头，除了为高雄市长选举，希望帮他们高雄市的候选人多拉几票。如今面对铺天盖地的抹黑跟攻击，我也不会因此退缩。下晡当局的面册嘛，抛出一段影片，强调在街路行入体制，保卫人权是伊一生的信念，袂因为作恶就来求体。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台北市的钱柜 KTV 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市政府也开始检查公共场所的公安加消防设备，却发现警管处有2位公务人员涉嫌甲业者讨钱卡油，落尾也互检警约谈。落尾是一位收押禁见，一位是10万块交保。市长郭文德除了要求内部爱调查，也强调讲中高阶层的公务人员无这款的问题。顶一日钱柜卡拉 OK 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府下令要检查电梯的安全，加强安检项目。不过检调查到台北市都发局建筑管理工程处使用科姓詹甲姓周的2个业务承办员涉嫌甲业者收钱。台北地检署15组搜查，拢总团39个相关人员甲证人到案，要查核清楚。你们有参与筹会吗？没有。说明一下吗？5月份，姓詹的公务员发现新据点 KTV 复兴店5台载柴的电梯拢无使用的许可证，涉嫌甲业者假报申请员工的检查费，10台菜电梯拢假报2000，拢总收1万块，互业者顺利摕到许可证。最近这2年来，嘛涉嫌交给检查促进协会的人员，甲 KTV 甲大卖业者乌西。透明精神了后，姓詹的公务员洪姓阿禁见，另外一个公务员是以10万块交保。干嘛撞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干嘛贪污？你干嘛撞人？
乌白龙各击一个势要拍记者，细英的检验员伫咧亲人的安踏甲陪同之下，是赶紧离开。算算的，伫咧高文德第2任期，1年半以来，已经有3件公务员涉嫌食钱的案件。8万人的团体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没事嘛，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都是那种比较低阶的。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中高阶的不会有问题，不能保证100%没有，但是我觉得台北市还是全台最清廉的地方。高文德表示，已经指示由副市长彭金星做专案负责人，调查清楚了后，才阁甲外界报告。也若伊要是真有自信，讲台北市要是台湾上清廉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玫瑰 KTV 的火灾事件，台北市政府16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处理的进度。副市长蔡炳坤表示，这6位往生者的和解金拢有上千万。另外，99位受害者当中，只有56位愿意甲业者达成和解，其他的有21位要行团体诉讼，是由消基会来处理。北市府官员坐几排，包括副市长蔡炳坤、法务局长袁秀辉等局处长官，也阁有消基会代表也来，向外界报告处理进度造成6人死亡的玫瑰林庄店大火意外。自4月2日发生以来，北市府将99位受害人中有56位达成和解，还是调解其他43人，有21位愿意团上，将委托消基会处理，有计10位提起诉讼。那这6位往生者，可以说也告一段落。有5位已经求偿完成，另外1位也同意和解，但是还有一些程序还必须在进行当中。那我们这一次的受害者所争取的权益，事实上都在1000万以上。蔡炳坤强调，自火灾发生到今，拢是一对一服务，互受害者感受北市府协助的诚意，也为因争取1000万以上的和解赔偿金。不过对受害者来讲，亲像只是一个数字。对陈贵现在每天还能营业这件事情呢，我还是仍然感到非常气愤。你伤费损失几天，我赔你一些钱就好，这是他的态度。对他来讲，他只是一个数字。我认为他没有真正过面对生死。在市政府跟钱柜在对这件事情提出的调解，我认为是在态度上来讲是不让受害人觉得温暖的。他们对于这个钱柜没有这个很公开的，比如说管理权人的正式道歉，他们也觉得不舒服。一直伫边仔协助受害者认证的市议员应晓伟认为，伫协商过程，亲像感受未到北市府甲业者的积极作为，伊希望法院未来伫审理时会当做出定法性的赔偿，互业者会当重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检察院的政治现金公开平台日前公布资料，发现苏贞昌的第3个查某囝苏卡纯所创办的23设计，有接到伊的阿姊，也就是立委苏卡辉580万，甲总统蔡英文180万的案件来做。不过国民党也质疑讲，苏卡纯是靠老爸苏贞昌才会当摕到标案的。苏卡纯在今日也透过面册声明，强调一切标案拢是依照政府公告合法标到的，也强调讲从今以后。只要是苏贞昌做一天的行政院长，拢袂去标任何的政府案件。邀请民众自己也成为表演中间的一部分。捌设计2019年屏东灯会，咧讲伊的设计理念的，就是苏贞昌的第3查某囝苏卡纯，嘛是23设计的负责人。监察院政治现金公开平台，当日公布立委申报的资料，嘛公布23设计有接因阿姊苏卡辉580万，甲总统蔡英文180万的势头，互国民党质疑讲，伊是靠因老爸才摕到这么大的标案。今天哪一个评审委员今天看到哇，我们的苏大院长即将上任了，他的女儿耶来标行政院的政府的1000万的标案，我请问你哪一个部会敢不给这个未来老板的女儿标案？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指控讲，苏卡纯创办的23设计，伫咧2019年1月份，苏贞昌确定就任行政院长的前一礼拜，23设计都摕到行政院下底台湾科学教育馆1000万展览的标案。另外，伫咧今年5月份，23设计嘛摕到新竹县政府互动艺术册展的700万标案。罗志强批评讲，根本是苏家的天下。23设计伫咧南京东路2段的大楼，不过办公室的空房是挂超越基金会的牌啊，是苏贞昌创办的文教基金会。苏贞昌10月伫咧台中参加翠岩国家队活动的时阵，嘛替查某囝感觉真委屈。主公司工作超过10年，这10年刚好我是没有在任公职，他的努力
也在业界得到肯定。苏卡顺是透过23设计人面册发表声明，强调讲一切标案拢以政府的公告合法标着的，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称在加做防攻击甲作恶的对象。强调讲，自即马开始，伫苏贞昌做行政院长的任内，23设计拢未阁投标任何残疾政府的标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4签署香港自治法，停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咱的陆委会伫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发布8项的应变措施，表达出政府的立场。内容也包括着强化管理干涉中国的港澳人士甲资金来台，升级国家安全，也强化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北京政府硬杀港版国安法引起各界反制，陆委会16嘛正式公布应验港版国安法的立场甲作为。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态度大真硬指出，港版国安法若是有损害驻港机构权益的举动，台湾会采取必要而且强烈的反制措施。亦请国人审慎评估前往或过境大陆、香港、澳门的风险，如有余力，建议尽量避免前往。陆委会列出7条港版国安法的条文，提醒台湾人，包括伫咧台湾参加挺香港的活动、炸台独、港独，也是反中的文宣去香港，伫咧社群媒体铺文挺台独、捐钱，也是捐物资予香港人等等。陈明通嘛预告，所落来针对甲中国关系真密切的港澳人士甲资金来台湾强化管理，也有针对香港优秀的企业、资金甲人才来台湾，政府等待积极研究绑定措施。回不去了，我们也要呼吁。北京当局只要认真来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让全世界民主国家在一时之间团结起来？陈明通指出，港版国安法欠缺民主合法定序，严重侵犯民主人权，嘛叫香港人笑讲是污掉法案。台湾政府会继续完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用具体的行动来照顾香港人。若是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有赖部分，要求台湾政治性的组织要配合。都有牵涉香港的活动来提供资料，陈明通嘛强调讲，绝对无可能一定会拒绝。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会趁着出国的时阵买真侪外国商品，回来了后放伫网络顶头卖。正是有需要规定讲，无论是个人或者是用假的食品，超过6公斤就要登记查验，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300万。哇！买真多，然后下面是妈妈买的。YouTube 真大方的分享日本真有名的四手仔，购物车顶悬拢是咧早回来台湾的物件。若是无法度去日本，伫咧网络顶观察，嘛会当看到5花10色的连锁代购。毋过这款的食品，敢真正安全？要卖的这个用途的话，无论这个数量的多寡，也就是说，甚至小到1公斤500公克这种数量，我们都是会要求要在边境做一个查验的动作。小数强调讲爱先查验，毋过嘛发现最近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加做家己要用的名义，一家寄几10公斤拄国外来糖仔饼等等的食品，违法伫咧网络顶悬伫卖，若规避查验登记，嘛无法度知影讲食品敢有符合国内法规，尤其是包装顶悬无中文的说明，可能互民众无细致去食到过敏的食材，变做是安尼空胖，所以伊个会修订数字食品的查验条件。我们以往可能不同类的食品可以分别带6公斤以下的免食品查验。输入到国内的部分，在未来所有种类的食品的一个加总，那加总起来大概就是限量每日可以6公斤以下。我不会在网络上买超过6公斤，对吧？所以应该还好，对吧？除了5门更定类的食品，还有红蚵仔配方牛奶粉，小数的限定其他国外炸回来，也是寄回来糖仔饼等等的食品，大家袂当超过6公斤，违反的人会当处罚3万块至300万。希望预防被追回的人，草案自今开始60天的预告期，来听各界意见，上紧会伫明年初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这项三倍券开始使用了后，伊的使用范围真侪民众也开始有疑虑。经济部表示讲，若准是用伫营养午餐、制服等等的费用，是学校代收代付，毋是三倍券的使用范围。另外，用三倍券纳学费，着校长抗议讲，认为佫爱加派人工来做三倍券的检验，是增加作业时间。带2个读小学的学生做回去邮局，中小姐用几分钟的时间就领到3倍券。除了香烟不可以买以外，其他都可以啊。他是这样说的。拿到的时候就是想买一些，一次性用完的那一种。3倍券用途是真宽，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唔知影讲，原来合杂费、幼儿园的学费、个补习费买当来使用。
反正都是要用的嘛，本来就是要缴的啊，用3倍券就可以缴，也不错啊。要安怎用3倍券落学费？有家长伫面册写军问讲，去超商是录不出来，是因为学费内底中昼顿有制服是代收代办费，无伫使用的范围内底。另外，有家长问讲，去台湾银行嘛，互人拒绝，问讲是倒位才通收。对这件代志，经济部是表示讲，用实体券直接交予学校是上方便。毋过，嘛有各中的校长批评讲，政府要顾虑到后续核销的成本。为了要避免这个现金去收现金造成很多还有假钞这些等等的问题，那学校也没那么多专业人员，其实早就用金融支付来让这个事情变得比较便利。像到现在呢，变成把现金变成要我们好像要回到类似像收现金，又不是现金这件事情，是不是又开倒车？洪校长是讲3倍券是来刺激消费，用来落学费是和原本的想法无同，即马嘛无考虑到执行的状况，真正是真无彩。记者综合报道。互体育署看做讲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运动产业博览会，明仔载就要开始啊！内面有真侪间拢是日前做海外生理公司也来摆摊，因也破白讲疫情的关系，国外是行袂通，也希望会当争取到国内胜利。免穿高外套，免烦恼样式会淡会骨，来到这个室内相关的市场，会当出细算细。结合高分子自下部甲特殊抗炎的相关性，无需要插电就会当使用。得到台湾发明专利，会当早日行的出世度有够便利。业者讲，去年伫中国进行20几摆的短期活动，营收超过1亿台票。这跟一般的甄选比较起来，它的效益就非常的高，而且活动性强。那它大概囊括了90%的雪上的娱乐、滑行的动作都可以做。篮球场的球员全拢挂监测设备，比赛时体能的负荷、上场时间甲移动速度等数据，经过科学定位系统，及时正确回归到背帮。这个时阵教练就像摕到战术棒，分析决策。虽然规套系统超过100万，也毋过业者讲，目前全球的竞争者无够5间。现在大家都没办法，就是只看比赛了。那很多的需求都会出来，比如 AR 这些东西，也都可以透过数据去做一些加值。那我们看到的机会点是非常多面向，都可以做的。运动休闲、运动科技、运动医学到运动服务、运动产业产值真大。国家吸引真侪新创公司投入，也毋过全球疫情无看到转好，无法度出国。原本主力放伫海外业者，寄望参与，强调台湾史上上大的运动产业博览会，有效推广，开拓国内新订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研究的调查，伫绿岛的海边有记录着200-300种的海洋动物。这几年也当地伫咧推行暗时顺海边的生态旅游，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游客去观察，也了解到生态可贵。跳落是绿岛观光大馆，暗时伫海坪灯火实际，一阵游客由导览员带领，伫海坪探索无群的海洋生物。伫绿岛海坪会当看到几啊种生做色水无共的海藻，为真少看的。这种长长的一条看起来像海蛇同款的生物，也是海藻的一种，叫做斑毛参。伊一离开水面，只剩薄薄仔一片皮。这条斑毛参它体内80%-90%都是海水。到绿岛海坪需要专业的导览员带领，才会当安全的行伫大岸上，欣赏到特殊的海洋生物。那运气好，也可以当看到海麒麟。不要去摸这个海蛞蝓哦。本岛看不到的东西或是生物，觉得很特别。因为小朋友比较少接触这些夜行性的这种海洋生物啊，那一定多少一定会有教育意义的。导览员讲，因为绿岛推动海洋保育，海坪真少有机会破坏，真适合推动生态探索游艇，对予游客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有帮助。我们尽量的就是把生物放在水里面，我们静静的去观察它就可以了。绿岛海坪4块海域有超过300多种已经知影的生物，有真侪是平常时真罕看的，引起游客好奇。也毋过导览员呼吁，有一寡生物有毒，像这种各毛虫都有毒，游客千万唔通乱摸无了解的海洋生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溪地乡的头社有一块地，就亲像麻糍共款，那阵伫咧顶头跳，涂骹就会渗一个渗一个，这就是真特殊的铺产。咱也做伙来开眼界一下。
日月潭头城外盆地下面的蓝马地泥土土堆积真侪青池，农民伫参观甲荷花种台湾特有种的水石流、固化保护土壤，呈现特殊的自然景观，嘛吸引不少游客。以前呢，少主在这边湿地的时候是以草绕木、成土以种稻，就是用福田的方式。那久了就把这整个日潭给填平了，就整片的田，所以它具有很高的那个农耕文化跟自然地景的历史。有10外公尺深的头城盆地下骹的草泥土蓝马地，是目前台湾高气候研究中涵盖年代上久，嘛是资料上丰富的区域。为着保护这块大自然的资产，经过县府文化局的审查，公告列做县级有形文化资产。希望能够好好来保存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景观。因此呢，经过我们南投县政府的文化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那把这个地方列为文化景观。经过南投县政府文化审议委员的决定，头城铺田通过县级文化景观的核定，除了避免大规模的开发，嘛希望这个有丰富先民智慧的外盆地，会当有更较侪研究加传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嘉里国小，有一群学生囡仔是透过台语读剧本来学台语的，而且因读的册就是世界正出名的《小王子》。这群学生对讲台词、到演戏、动作、表情拢一直练习。咱做伙来看这群古锥的学生囡仔。走，1、2、2、3、2、4。对着剧团老师的口令，学生认真练习。因第一摆要伫舞台搬戏，而且是用台语。阮是港星球的人，阮是小王子。小王子是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嘉里国小这12位学生分组，有的人念口白，有的人演小王子，甲无共星球的人。因已经练习1个月尾，学生的表情嘛真认真。免就是爱加迄个动作啊，音爱加好对就对。现场不只有剧团的老师，阁有一位志工阿公詹进良，伊会教囡仔发音。嘉里国小的台语教育，这位阿公志工贡献足大。伊对台语文有研究，平常时就伫学校教1年到6年学生的台语朗读。这道活动伊嘛负责指导读剧本。伊家己有2个孙仔，就是现场的演员。囡仔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啦，所以我嘛有迄个兴趣，来斗帮忙，大家做志工。或者囡仔一个鼓舞的现象啦，囡仔有迄个兴趣，有迄个机会，有迄种舞台，因应该会表现更较好。因为学生拢有台语的基础，5、6年的看剧本嘛毋是问题。毋过上台表演拢是囡仔的第一道。一开始，阮嘛是有带因耍一寡戏剧游戏，因为大家会当较了解讲，戏剧是啥物，会当伫舞台顶做啥物，比如讲是声音的、空间的，还是动作的，无共款。了后才入来剧本。小猪的目睭，世界看倒面会当坐咧。这回是因为台南台语话活动，嘉里国小表演2场，小王子嘛会使讲台语，囡仔用身体嘛用母语，透过世界经典的文学故事来了解台语文化。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
有关颜色的俗语啊。红水乌大班，红水乌大班，后边搁一句呢，青过人玩。关颜色的俗语啊。你我乱花蜘蛛啊。这不是俗语啊。有关颜色的俗语。别人啊会死命是空金高包。人咧唱歌啊。每礼拜是拜五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会山会水会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硬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做压杂，罗马字写做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4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到一寡人摕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上慢，就甲阮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操烦、硬心、烦恼、郁闷等等。高操烦是咧讲人的个性，硬心有受气的意思，烦恼郁闷较负面。压杂是心情闷闷啊，感觉无介好。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我拢会去做运动，减轻压力。大概运动了，我的心情就会较好。若卡袂到就压杂，有可能变做是郁症。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照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的哩的，至少嘛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咱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高操烦、硬心、郁闷、郁症、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改运不如改心。祝大家大工拢欢喜，压杂顺利利。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